2015年第一條題目得46% 人答啱啫，點解咁低呢？一齊嚟睇一睇啦。Aqueous solution 都會有 X 淨，啱啊。其實少部分嘅水咧喺裏邊咧都會進行一個叫做 ionization 嘅過程，變成 X 淨 OH。雖然好少，但係呢兩隻通常都會有噶。Acidic 都會有 OH，alkali 都會有 X 淨，所以基本上 A 就係答案。不如睇埋 B、C、D 點解唔啱啦？佢話所有 acid 一定個 pH 值係大過 0， 基本上如果 X 淨嘅濃度係大於1m 嘅話 ，pH 值就會出現負數噶啦。然之後咧，佢話所有 acidic 嘅 compounds 咧都會有 hydrogen， 因為喺我哋腦海裏邊咧，所有 acid 都 HCl、H2SO4 啊嘛。但係其實 acidic 嘅 compound 係包括啲 non-metal oxide， 例如 SO2 啊、CO2， 因為佢哋溶咗落水嘅時候都會有 acidic 嘅 solution。最後睇埋 D 咯，佢話 corrosive 嘅 label 會黐喺一個 acid 嘅 solution 上面。咁如果係咁講，可樂上面嘅 carbonic acid 碳酸啦，或者係 ethyl acid 乙酸咧，都應該需要黐 corrosive 噶啦。唔係噶嘛，你飲完條脷嘅時候唔會爛噶嘛，所以記住 corrosive 一般係適用於 concentrated 或者好 strong 嘅 acid 上面，dilute或者 weak acid 咧，我哋可以用 irritant 刺激性去代替噶。